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，我要用什么报答伊？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耶和华的名。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，对耶和华谢我的愿。大家平安。咱今下要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50首，着阿罗耶和华圣诗第50首，会众请起立吟全首。咱三个阿目头恭敬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的心较无依赖你的真理，因为安尼日头光变做温暖，春风变做喜乐，鸟叫变做娱乐的时光。阮愿意伫代志无用未了的时，选择安静，特别静珍惜每一届甲你会使相亲近的时刻，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无介意马会力大，嘛无介意人会较紧，只有敬畏你的人，你要接纳祝福。今麦，阮要开嘴来感谢你。当阮面对困境的时，困难犹然伫地，但是你
互阮一个平安的心。当阮想要改变困境的时，主，你叫阮先改变阮家己；当阮想要搁较侪祝福的时，主，你讲我的恩典有够恁用；当阮想要远离仇敌的时，主，你叫阮赦免因的辜负，嘛爱替因祈祷祝福。主啊，阮是一个软弱小信的人，阮敢若求神业来解决阮生活面顶的问题，但是真正神业，竟然是你雕刻阮、改变阮，互阮有发光作盐的人格特质。阮要因为安尼来学罗你。感谢你甲听人的负担放伫阮的心中，互阮看见济朋友心上的需要，互阮学习你温柔忍耐的方式。伫阮生命中每一个挑战、试验，拢是你替阮备办的。若无经过你的应允，绝对袂发生伫阮的身上。阮每一滴目屎，你拢替阮收起来；阮每一个祈祷，你拢有听见。你无应允阮每一个祈祷，免得阮偏离你的心意，因为阮若一心追求私欲的满足，就会来得罪你。但是阮心内每一个微细的声音，你拢袂放过。你带予阮确信的盼望，毋管阮生命经历偌济届的失败，上帝你悠然听阮。阮要搁较济的交托，互阮的计划中间有你完全的工作。阮嘛要求主赦免阮高高甜的罪，生活中烦恼忧愁，互阮不安。但是并无表示阮就会使乱生气，因为安尼的行为会伤害到阮身边所爱的人。求主赦免阮的罪，互阮脱离言语甲逐项的罪，毋好阁互生气占满装福分的位，嘛毋好互苦毒甲怨妒占条要来藏喜乐的厝，搁较毋好互惊吓甲平安杀出阮的心。阮发现伫阮家己身上有济连阮家己拢作讨厌的缺点，自私自专、冷淡，靠你的赦罪放杀罪恶中虚假的欢乐、名声、地位甲金钱，证明家己比征服别人搁较有祝福。因为上大的代价，你已经替阮付啊！以后，互阮每一天伫主的面前进步一丝丝啊，安尼心就会自由，会互祝福拍开。即嘛要求主来施落医治的手，阮忧伤的灵得到安慰，身躯要实的火得到兴旺，困难中得到光明的引带，工作中得到圣手的坚固。今日圣礼典有真侪兄弟姊妹要领受国活永望的生命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因超过家己的经验，看见来就信，求主互因明白，这是你伫十字架顶用宝血换来的救恩，是拯救阮进入天国的愿望，值得因一世人去追求，光过世界万面的珍宝。因为属灵的征战，无赢就输，无进就退。生命无更新，就变旧，互因脱去旧人，穿上新衫，互因有尊贵的身份，对主有拦袂煞的热情。主你讲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到更较丰富。伫传福音的路上，阮常常认为阮家己袂使承担重大的责任。主啊，
阮欠你传福音的济，阮中集同工会友，无论年岁偌济，阮无要逃避传福音的使命，因为这是阮上重要的工课。顺服是上大的祝福，阮要彼此服侍，因为主会疼，阮靠迄加天地，互阮的气力的，凡事拢会使做。今日蔡牧师分享的信息，真爱永远袂孤单，望诚做讲的、听的、服侍、学老的、谦卑的人，拢得到利益，甲传福音的气力。阮安尼祈祷无完全，阮即马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我的天父，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成，你的亲像你，我的心要有爱，下一万有福，亲像我的下一万有爱，我的主爱一起，你我爱的爱，你我爱的你能够属我。即摆要来三甲启应，启应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24页，诗篇第67篇，启应文第16篇，我来启，大家来用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阮，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了你，愿万国快乐，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了你，地已经出土产。上帝要赐福阮，咱过来吟诗学了上帝。圣诗第25首 A， 万军的主，至圣的厝。圣诗第25首 A， 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即马西罗亚诗班要引带咱来学了上帝，因要献的诗是互骄伊的你。你痴心的敌人，不知灭亡。
天使的声音，咱拢归荣耀互咱的上帝。今日要来讲读上帝话，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8节加13节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第8节加13节。现代中文译本伫267页。你坐位前，若有圣经，会使掀开来同齐共读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共读圣经。听是坚忍的、仁慈的，有听就无怨妒，无自夸，无骄傲，无做冲动的事，无自私，无容易生气。无计较别人的歹，无介意不义，只介意真理。听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会忍受一切。听是永存的，讲道的才能是暂时的，讲言语的温事，总有一天会废无。财物也会正做过去。13节，总是信心、盼望、听这三项永远存在。其中上介重要的是听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耶话去行的人。今日咱带主任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。真爱永远袂孤单，请大家恭敬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对去年的过节了迄个礼拜，咱开始分享爱的真谛的系列的讲道。到今仔日，咱差不多将近超过一冬的时间，咱来分享这个系列，所以牧师今日将这个圣经节咱搁重新复习一遍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，咱用一冬的时间来思考这个经文，然后咱今日要伫遮做一个简单的结论。牧师的题目就是真爱永远袂孤单，因为听亲像一个水泉同款。会当带予咱的生命生存的快乐，咱的生命咱亲像一个田园同款，拢需要有听的水泉来咱滋润。有一寡人对牧师讲：“牧师啊，我咧听即个爱的真谛的系列的中间，我真感动，我嘛真愿意去听人。但总是伫听人的过程中间会拄着困境，有一寡人常常伫付出听的过程中间受伤。”互咱失去意志，佮付出听心，听好亲像孤单，找袂到听的动力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面对即个问题，也为即个系列的即讲章来做一个结束。咱要领受上帝的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确信你的话是活泼有快乐，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。所以主啊，我们静静来领受，我们用较无的心，欢迎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中来改变阮。阮特别也恳求主，你将信心、盼望甲听放伫阮的心中，互阮伫领受你的话了，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的名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伫咧付出听的过程中间。咱来明白一点，就是咱人的快乐是真有限，咱人的快乐真困难，就会孤单。所以，如果咱若单纯用咱家己的听去听对方的时阵，咱真紧就用了。所以，咱会当对即几冬来，咱来哪悬的离婚率看出来，夫妻斗阵久，失去起初的听心。感情就变正，
两个人就无法度去继续相疼。为什么？因为双方拢是用家己有限的疼来疼对方。咱亲像一个灯台相款，古早时咧点灯火，就爱添油。咱无将这油去来添落，还是讲咱已经无油啊，火就花去。因为咱知影要坚持一件代志，特别是要坚持一件代志，久长的时间是真困难，需要外力来帮衬。前一站牧师啊，大家分享讲，我拢咧控制家己的体重对无？顶礼拜去台南开总会，等于我的故乡开总会，叫转来1000加半公斤，啊，较放纵几工尔。有人也问讲，你暗时毋是拢会出去运动，会去行路？对啊，我嘛出去行路，拢行去食宵夜。所以要坚持一件代志，久长的时间是真困难啊，需要外力来咱帮衬。牧师，我看过一份资料，讲根据美国一个大学的研究，伊发觉讲，伫美国的离婚率真悬，差不多3对中间有1对的离婚。但是伊佫继续研究讲，这对夫妇如果若是伫教会中间举行礼拜结婚呢，安尼伊的离婚率会降低，降到15对中间有1对的离婚。但是伊佫继续调查，如果这对夫妇毋简单伫教会中间举行结婚礼拜，因佫固定参加教会聚会，因也常常做伙祈祷、做伙读圣经，安尼这离婚率会降低到每1105对中间有1对的离婚。所以对3对到1105对，这是相当大的差别。这表示讲有教会的帮衬下面，咱的婚姻甲爱情会无相款。对这个调查报告中间，咱发现，靠咱家己的疼，真容易就孤单。若有哪一外在的环境会当帮衬咱会当维持更较久。特别是如果咱会当找到一个袂孤单的疼的供应者，安尼这个疼会当维持落去。所以感谢主，咱有一个永远袂孤单的疼的来源，这是咱的上帝。上帝是疼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讲：“我用永远的疼你，所以我用慈爱吸引你。”而且咱要注意哦，上帝毋是讲我用暂时的疼你哦，上帝是用永远的疼来疼咱。这永远是代表啥？代表永远无停止，永远袂停止。上帝的疼对古早到现今，对年初到年头到年尾。对日出到日落，拢是遐尼疼，无停止，时常咧循环。咱所敬拜的上帝，是一个不断咧供应咱疼的上帝。伊无拄眠，袂爱困，伊永远拢会照顾咱。所以咱一直到今日，咱拢要享受上帝对咱的稳定甲疼痛，无停止。永远也代表。伊永远袂变质，上帝对人的疼的品质顶面永远袂改变。咱人疼人一段时间了，咱的品质会改变。咱俗语毋是安尼讲久病无孝子对无？久病无孝子嘛。就是讲本来一个真有效的人，伊久长去照顾是大人，照顾到有一天伊嘛会累志，伊体力嘛会软弱，心智嘛会软弱。因为人的疼会变质啊，但是上帝的疼永远无改变。咱看记着，人背叛上帝，上帝有缘遐尼疼人，伊派先知来苦劝人归向伊，甚至到落尾将伊的独生囝献予世间人。所以上帝的疼，伊品质顶面永远无改变。第三项，上帝的疼永远袂衰减，伊伫品质顶面无改变。伫数量顶面永远袂减少，上帝疼那亲像一个永远袂孤单的泉源，一直咧充满咱，到现今犹原不断透过圣神来供应予咱。所以这种上帝既然用永远的疼咱，咱嘛爱彼此相疼。所以咱前2礼拜所读的经文中间，耶稣讲：“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，咱是要叫恁彼此相疼。”
我怎样疼恁，恁也爱彼此相疼。所以上帝用永远的疼咱，耶稣基督用伊疼的典范来帮助咱，咱也爱照安尼去彼此相疼。所以当咱软弱无力的时阵，上帝的疼就开始帮助咱，加添咱气力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更新，互咱的疼重新点倒，因为咱的疼的源头永远袂孤单。既然疼的源头永远袂孤单，咱就爱注意一点，就是迄个疼的管道毋通互伊断去。咱知影，咱伫厝里水道头一开，就水走出来。咱毋通讲想讲，安尼去买一个水道头来黏伫壁面，迄水就会走出来，毋是安尼呢？是安那？因为水道头伊后壁有迄个水管会连接伫迄个源头，所以水会当透过即个即个水道安尼流落来，咱伫厝里就会当使用即个自来水。所以伊是连接水源，所以咱爱明白，疼的根源永远袂孤单。咱嘛毋通互即个疼的管道断绝去。咱有限的人会当透过即个疼的管道的连接，互即源源不断的疼进入咱的生命中间。咱有读一段经文，已经读真侪遍。耶稣基督对咱讲，伊是葡萄树，咱是树枝。迄个常常甲耶稣基督结连的，伊也甲咱结连，咱得让结真侪果子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即个管道咱就爱互伊畅通，毋通互伊断绝。但是咱嘛毋免伤过犹豫甲烦恼，因为保罗先生伊捌讲过，伊捌讲，啥物人会当互咱甲基督的疼隔绝？伊讲，兼讲是患难，是困苦，是迫害，是妖恶，是赤身裸体，是危险，是刀剑。保罗先生伊见证讲，伊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权力的，是现在，是未来，是悬的所在，是低的所在，是白的受造物。伊讲这物件，拢袂当互咱甲上帝的疼隔绝，因为这个疼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的。保罗先生咱讲这项代志，所有即世间存在的现象，拢无法度互咱甲上帝中间的疼被隔绝，因为这个疼是伫国外主耶稣基督内面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都爱常常伫这个国外主耶稣基督内面，甲伊结连做伙，这疼的管道就袂断绝。咱得当源源不断去领受对上帝来的疼。当咱一旦甲主耶稣基督结连了，咱产生源源不断的疼的力量。这种疼的力量会带来真极大的效果。所以，咱爱真实明白，这疼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，也带来真大真大的影响。咱今日要举行圣礼典。有真侪人要伫上帝面前告别因的信仰，来领受这个大的恩典。咱中间嘛有真侪人过去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领受洗礼，来领受这款的恩典。但是咱毋通袂记住，咱之所以会当明白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因为伫150几年前，有一群宣教师，因冒着因的生命的危险，将福音带来台湾。牧师过去甲大家分享过，早期这宣教师派来台湾的宣教师，拢是伫因的国家非常优秀的青年人。因若留点伫因的国家，拢有无限的发展。但是因甘愿放弃这个，漂洋过海来到这个偏远的地，咱的台湾。咱想象150几年前的台湾是写做啥款？因甘愿冒着生命危险，甚至有真侪少年人、宣教师，因伫来过程中间，都因为病痛，因为海难的缘故、传染的缘故，死伫路上。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偏远的所在，将福音传给人。这若毋是因为上帝的疼，
这若毋是因为疼的力量遐尼大，咱今仔无法度接受即款的稳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要相信疼有极大的力量。伫我大学的时阵，伫对信仰也未真认真的时阵，有一遍，台南大专中心办一个活动，我有机会去参与，去到一个天主教的机构，就是德勒沙修女所办的这个德兰园去参观。我一入去迄个机构吼，有一幕吼，我永远无法度袂记住。我一入迄个机构内底，我看见一个女性的义工，伊伫遐咧替一个老大人用药啊膏骹。其实迄个时阵我也少年吼，我看到迄老大人的迄个骹吼，已经腐烂到一个程度吼，我看到我都强强要吐出来。但是即个义工竟然用伊的手咧替即个老大人膏骹啦！我讲吼，即款的工作吼，一个月互我10几万，我嘛无要做。但是后来我慢慢接受即个信仰，理解信仰的内涵的时阵，我才知影讲吼，每一项拢有软弱，但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疼的动力、疼的力量，互咱会当超越过咱的自私甲软弱，所以咱较有力量去做这代志。遐义工去做这代志，嘛无法度得到什么款的谢礼，因就是完全奉献家己去做这代志。后来我常常会参与一寡义务性的服侍，我深深明白，若毋是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搁较济钱我嘛袂做。所以疼的力量是遐尼大、遐尼远，咱会当使用即款的力量来荣光上帝，互众人得到利益。疼的力量真大，咱来看疼的价值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，安尼讲，伊讲。总是信心、毋忘、疼，这三项是永远存在，其中上界重要是疼。保罗咧说明讲，一项有价值的物件是啥物？一项有价值的物件是袂随着时间的改变来消失的。保罗讲有三项代志非常有价值，非常重要，是永远存在，就是信心、毋忘甲疼。但是保罗先生讲。其中上界大的、上界重要的是疼。为什么？因为伫遮信心是指啥物？信心是指人对上帝怀着感恩甲倚靠的心。毋忘是啥物？毋忘是对上帝的信赖，咱心中怀抱着一种毋忘。咱知影信靠耶稣基督，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，这是毋忘的目标。但是不论信心、毋忘、甲疼，保罗无论是信心还是毋忘，保罗认为这两项拢比袂过疼来的重要。而这疼是指一种阿加贝的疼，就是咱过去一当中间所分享这种来自上帝真的疼。伊所表达的意思就是，伊是一种无私、一种奉献、一种无求回报、真诚的疼。伊讲只有即款的疼，才会当永远存在，而且疼是比信心甲毋忘更较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只有信心，只有毋忘，无疼的缘故，这个信心甲毋忘其实有一个限制。信心是互咱得到救的锁匙，是互咱家己得到利益，袂当互真侪人得到利益。相反，毋忘嘛是相反。如果有毋忘无疼，这种毋忘是自私的另外一方面。咱家己对上帝有毋忘，会当加强咱的信心，互咱赢取上帝恩典。但是对着别人，袂当带来影响。只有信心、有毋忘，阁有疼，咱才会当将即款的疼传出去，互别人也透过安尼来得到恩典。得到上帝要赏赐因的恩典，所以咱来明白，疼是非常重要，而且有价值的。既然疼存在着遮尔大的气力，遮尔大的价值，咱就应该爱成做一个疼的使者，将即款的疼传出去。关系传福音这件代志，是讲传扬上帝的疼这件代志，牧师有2项提醒。第一项，
就是咱爱家己先经历，而且享受疼。虽然疼是上帝予咱的天性，但是如果你若无经历过疼，无享受伫疼的中间，咱比较较困难正确去表达疼。咱会用咱家己的意念去表达疼，这拢无够。所以咱爱先伫教会中间有团契、有小组，互咱先去经历上帝的疼，去分享来自上帝的疼。伫咱的周报内底有真侪只今仔日要受洗礼的人的见证，牧师看了真感动。因来到教会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听因，所以因明白到，教会中间是充满疼，所以因开通接受这款来自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咱伫教会，也是讲伫团契中间、伫小组中间，咱先经历而且享受疼，然后咱才去分享，才将疼传播出去。咱知疼会当感染，会当影响别人。咱中间所有的人应该拢知影有一个人叫做海伦凯勒。海伦凯勒伊生来目睭都看无，耳孔嘛听无，所以伊就无法度正确讲话。但是伊有一个老师，伊老爸请一个老师叫做安苏利文，这个老师来帮助伊。因为这个老师对伊的祝福，对伊的教导，所以互伊成做一个作家，而且影响着全世界。伊用伊的一生来带互真济生来甲伊拄着相款问题的人真大的鼓励。所以这个老师对伊的影响真好，真大。这个老师叫做安苏利文。但是咱对安苏利文可能较无了解。其实这安苏利文伊细汉嘛生长伫一个无真温暖的家庭。伊老母真早过身，伊老爸因为啉酒的缘故，自细汉就来气杀。所以伊就被带到一个孤儿院一个收容所。伊初到这个孤儿院收容所的时阵伊人真孤僻，无要甲别人合作。因为伊伫细汉伫厝里都无法度享受迄个疼的温暖，所以去到迄个孤儿院的时阵更加家己怨叹。因为伊破一种病沙眼，互伊的目睭差不多强要袂看见，无看到。所以伊常常伫遐啼哭。常常甲人冲突，会加人，会拍人，真济这孤儿院的所有老师对伊拢无办法，只好将伊安置伫一间独立的房间，互伊家己伫遐嘛无人愿意去甲伊亲近。后来有一个咧摒扫的一个查某囡仔，年岁甲这安苏利文迄个时阵差不多。伊伫即个咧负责摒扫的中间，发现讲这独立的房间中间有这安苏利文住伫内底，伊就去甲伊亲近，甲伊关心，甲伊讲话，无人要插伊的时阵，甲伊讲话，佮煮一寡点心送去互伊食，慢慢甲伊建立关系，互伊温暖，互伊开始对别人产生有信心，开始拍开家己的心门，有一遍有一寡事业家来到即个孤儿院来访问的时阵。这安苏利文就把握机会，就跳出来讲伊想要读册，要受教育，求这个事业家会当帮助伊。后来这个人就来帮衬，来送伊到教育的机构，医好伊的目睭，互伊会当伫一个较好的环境顶面受教育，后来成做一个视障的一个教育家，专门咧辅导这个生来。这个身躯有病痛的这个囡仔，后来海伦凯勒的老爸就请伊来教海伦凯勒。因为伊的影响，所以海伦凯勒才会当成做一个伟大的人物。所以咱对这个故事中间，咱了解来讲，这疼有一种力量会当去改变人的生命。如果你若不断去分享的时阵，你经历到的疼，你来分享出去，就当为别人带来影响。一个咧清洁的查某囡仔将疼分享给安苏利文，安苏利文他用疼来帮助海伦凯勒，这种疼会当感染，会当分享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中间享受疼，咱来将这款的疼，互伊抹出来，去到台湾的社会中间，
来帮助其他欠缺疼的环境顶面的这些人，可以明白真实来自上帝的疼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徛踮伫一个欠缺疼的社会中间。我记我细汉的时阵吼，老师拢讲咱台湾是全世界上较有人情味的社会。我细汉确实是感受安尼，但是后来我感觉台湾慢慢在变，台湾慢慢在变，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就疏离，迄个疼慢慢伫咱的台湾的社会中间消失。过去若伫迄个庄骹，一个人发生啥物代志，全村的人拢会来帮助伊，规庄社的人拢互相认捌。但是今仔日咱台湾变做安怎？别人兜的代志，甲咱一点仔关系无。别人的囡仔死袂了，所以咱生活伫一个真欠缺疼的社会。即款欠缺疼的现象，毋是用什么款的政策会当改变的，只有用来自上帝的疼，才会当真实改变咱台湾，互咱台湾带来祝福。所以咱应该伫教会中间，咱已经领受上帝极大的疼。咱爱求上帝伫咱的心中动工，互咱伫台湾即块疼的旷野中间，也落疼的种子，好，这种子会当大长起来，好，也袂认捌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也领受来自上帝真实的疼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时阵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咱。互咱有即个疼的使命，真实带予台湾即个国家真大的祝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互阮用一冬久来学习疼的功课。主，阮是软弱有限的人，所以伫实践疼的过程中间，阮往往也会失去意志。求主用你的圣心来帮助阮，充满阮。互阮甲疼的根源连结，源源不断对你遐领受疼，也当将即款的疼分享出去，带予阮心爱的国家台湾更较大的愿望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摆要过来吟诗回应上帝的疼。圣诗第348首，我踮伫主的疼痛，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。
奉献的大圣，我来欢迎第一届来到双连的朋友。你若还未填写你的资料留名卡，咱座位进前有留名卡，你家己填好，等下交互收奉献的执事。尤其若受洗的厝的人你若无填的，家己填好，摕互执事，互阮等下有机会来甲你欢迎介绍。咱即摆要用奉献来接续咱的敬拜。从请起立做祈祷的奉献的祈祷，大家头。请宝贝上帝，你的恩典有够运用，你的疼是无极其的大。阮感谢你的赐阮所有够用的日常。阮即摆要用阮的金钱、时间、财力，甲生命献伫主你的面前。正做主圣工的路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从请坐，即马要请蔡牧师来甲咱主持圣礼典。
咱即时要来举行圣礼典，咱第一个部分要请圣灵洗礼的兄弟姊妹来到咱的面前。咱这边要接受圣灵洗礼有姊妹李素兰、陈基彩、雪香，兄弟部分有蔡文莹、陈德雄、刘伯成甲庄小希。咱得到帮赞是瓦克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。当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，还未上天的特性，伊有安尼讲：伊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着假是因守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伫圣经中间也安尼记载：伫五旬节的时，彼得传福音。对听伊的人有讲，恁着反悔，逐人伫基督耶稣的名受洗礼，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搁要受圣神的赏赐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，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远远的人，就是既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。所以徛伫上帝甲众人面前，或者要受洗礼的兄弟，亲像彼得。迄时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，佮受洗礼。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，恁着深信，恁若真实反悔，告别恁的信仰，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即个圣礼典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，佮印证，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。即个时阵。牧师要来问，恁着照恁的心诚实来应答牧师所问的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。尽信徒的本分，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？这个时阵要来行洗礼，请会众起立。牧师。伊行洗礼的时阵，牧师会讲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请大家做伙用阿门。李素兰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陈基彩。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雪香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蔡文莹，我用水来行洗礼。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陈德雄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刘伯成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
从小时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，互恁一尽加胜。佮愿你的神、甲魂、甲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当你已经受洗礼来告别恁的信仰，我去教会头，也是大灵君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双联教会、小会官兵，接纳恁做陪参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。甲新的约的恩典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，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甲查某囝入你的教会。愿你祝福保护因，用你的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，将你的恩典赏赐因，互因会当结连伫主耶稣基督，得到伊的充满，永远踮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当因拄着试探的时，求你保护因，互因的精进信仰好的精进。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，佮互因会当一世人永远来服侍你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与这个圣礼典了后，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。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对离开你的道路。你教阮亏欠领受洗礼运费，求你，互阮会当完全反悔，带阮倒转归伫你，对担了后会当做你尽忠的奴仆。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咱这个时阵要请教会牧师甲长老来握手欢迎受洗礼者。恭喜恭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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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恭喜。向后转哈，咱来介绍一下哈。咱对牧师的正面开始哈。咱介绍到受洗礼者的时阵，咱就请伊的亲戚朋友哈，也是小组员，拢会当起立哈，互咱大家来拍谱啊哈。第一位是李素兰姊妹啊，第二位是陈基彩姊妹，后壁哈，伫啊。第三位是黄雪雄姊妹，那位是蔡文英兄弟，
单独雄兄弟，刘伯成弟兄啊，还有庄小溪啊。好，咱请回座哈，咱接下来来做小礼洗礼。好，咱请来做更新礼哈，甲信用告别。咱请要接受更新礼甲信用告别的兄弟姊妹来到头前。要接受更新的有李怡婷、熊可欣、苏嘉阳、甲张义轩信用告别有杨凯杰、黄宝友个有林向山甲梁家玉好，这时阵牧师要来宣布。在伫细汉的时阵已经接受洗礼，或者是伫外教派接受洗礼，当要告别因的信仰来受接纳，来有份伫主的圣餐。咱徛踮伫上帝甲众人面前，而且兄弟姊妹，恁有诶是细汉时已经接受洗礼，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会友，也有诶是伫外教派接受洗礼。已经属伫主耶稣基督，上帝恩典已经保守看顾恁成长。当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成立你过去恁父母替你告别的信仰，以及你早前甲上帝所立的约，来献家己互伊，也诚心誓约要服侍伊。咱的主耶稣基督有安尼讲：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，我也要伫我的天父的面前认伊，所以我劝勉恁着告别恁的信仰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恁着倚靠上帝恩典。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做啊无？当即个时阵，牧师来宣告：你已经受洗礼来告别恁的信仰。我倚靠教会头，也是大灵君，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双连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。有份伫主的道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你有建立你的教会伫地面上，阁有应允保守教会到落尾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对这个细囝伫你面前施落你伫你面前所施落的恩典，阮也感谢你，互你的教会有即个接纳因就近上帝的快乐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对阮的洗礼，你互阮有份伫基督的体。阮感谢你，因为因所得到的信仰的培养，甲伫因的生活得到好的感化。主，阮恳求你赦免因一切的罪，因只是要奉献家己互你，求你的恩典接纳伊。当因就近你的圣餐，要接纳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保护时，求你互因会倚靠主的疼。来有份伫主的恩典，愿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因，互因永远属伫你，你伫圣神来进步，到伫你永远的国。愿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这时阵要请牧师甲长老来握手欢迎。
请你们向后转哈。咱泡泡来恭喜哈。牧师来介绍，介绍到的请因所有这受这跟信的甲信用个别的这兄弟朋友哈，亲戚朋友拢会当起立哈，咱接受咱大家的欢迎。第一位李怡婷，怡婷哈，熊可欣。苏嘉阳、张艺轩、张立新，杨凯杰、黄宝友。林向山，梁家玉，咱来持续替因祈祷哈，愿上帝亲自祝福，来请回座。咱接下要来进行小礼洗礼，咱请小礼洗礼的老爸老母哈，带迄个细囝来到头前哈。咱毋知阿公阿嬷敢有来吼，阿公阿嬷拢会当做伙出来吼，做伙出来吼。因为吼，咱这细囝的即个洗礼吼，是爸母甲是大人的信仰个别吼，咱就是爱负责任，用信用来栽培这个细囝大汉吼，所以也欢迎阿公阿嬷会当来到头前吼。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有安尼记载，有人带细囝来就问耶稣，要互伊蒙恩。学生责备因，耶稣看见安尼，大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用阮细囝就问我，无得禁因，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凡若承接上帝国，无亲像细囝，决断袂得入去，就抱因，甲因换手。祝福因。虽然咱的细囝也无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乎因。因是稳定的约会好的。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，互因属地基督来做伊的百姓。所以咱徛踮伫上帝甲众人面前的这细囝的时代，爸母甲阿公阿嬷，恁的细囝要受洗礼。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，因爱正确回答牧师所问恁的：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，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。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，恁有要安尼行无？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，帮助恁守即个约。这时阵，咱要来行洗礼，请会众起立。郭丽萍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郭丽安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维亚娜，我用水来行洗礼。
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黄以恒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早安，早安，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照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世界受接纳入伊的教会，做未被传会员来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。他这世界的父母、甲时代以及会众亲自作证，也分摊责任来培养伊，直到因领受坚信的。咱同心来感谢，全能永远伫地上帝，愿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世界，引带因的身躯甲灵魂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若加添，上帝甲人若听因，愿恳求你将天顶的稳定丰丰富富赏赐因，引带因通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，救因脱离少年的诱惑，到时互因家己会当个别家己的信仰，也会坚持到落尾。亲爱的主，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有份伫属即世间的家庭生活。愿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这个世间的家庭，求你赏赐因的父母、甲时代，以及所有照顾伊的人有智慧甲温柔，互因伫你的听的内面来成长。愿咱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这时阵，咱来颁发礼物。恭喜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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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先请你们向后转哈。咱来介绍吼，咱介绍到细囝的时阵，请伊的家族甲伊的亲戚朋友拢会当起啉吼。首先第一对是双胞胎吼，郭丽萍甲郭丽安吼。欢迎。第二位是第三位是胡雅娜吼。来是黄以恒，来是赵恩啊，拄则咱牧师练习的时候，咱大家拢有回应阿门吼，所以咱大家对这世间的成长拢有责任吼，所以咱这边爱来鼓励吼，也帮助因伫教会中间看到这世间的时候。这拢是咱家己的信仰的囝吼，所以咱搁一遍拍鼓来鼓励祝福。好，请来。好，这个时阵牧师来介绍，有两位会员是徐雪玲姐妹甲翁家正弟兄伫咱中间。好，欢迎因加做咱的会员，咱的厝内底的人，哈，欢迎。即马简单来报告，请掀开周报第4页。礼拜了，请所有受洗的
不管成人洗礼是健身礼，还是幼儿洗礼，本人甲亲朋好友拢会使留来做伙来翕相。咱全教会灵修会伫5月19，拜六9:49下晡4点半，灵修会地点伫10楼礼拜堂，每一个人费用100块来报名。第5页，春季敬老旅游苗栗地区5月15礼拜二，请大家来来报名。第6页，装备课程6月24到7月29 6堂课，每主日早啊9点到10点，这洗礼前造就班要洗礼的人开始会使报名来照这个时间来上课。犹原是第6页，牛埔庄讲义所的王忠尧牧师伫5月每礼拜4暗时7点到9点，伫9楼联谊厅有上课，请大家来参加。第8页有身体欠安的兄弟23人，请大家来替因代祷祝福。接下来，请牧师来欢迎来宾。对不起，我这个，还有一个拍摄。西罗亚，我愿意成为西罗亚基友，支持西罗亚诗班事工，每个月每扣500块，请若要有奉献的，请资料交予9楼办公室的陈美仙干事。姊妹大家平安。这个时阵我来介绍今日的贵宾。第一位是王敦香女士，好，王敦香女士。第二位是陈一良先生，陈一良陈曦，好，底下哈。第三位是这个林张碧霞，哈，林张碧霞女士。还有陈冠英先生，好，陈冠英先生。罗昌龙先生，欢迎。好，对哈。好，安传轩先生。不要电哈。够甘荣辉先生，够于信杰，丁明哈，丁好，欢迎。其他到第一遍来，牧师无介绍的，咱阁有真侪只的咱受洗礼者的这亲戚朋友，咱有拿拍谱来欢迎哈。牧师来简单补充报告哈，咱有看到牧师有要开这查经班哈，咱原本底是拜2的下早，甲下暗拢各有一堂哈，有人咧反映讲伊拜2拄好无时间哈，所以牧师决定伫拜4下晡2点到3点半，佮开一班哈，所以你毋通佮讲你无时间哈，一定爱请大家做伙来读上帝话哈。所以拜2下早、拜2下暗、甲拜4下晡，拢有时段，互你会当选择来做伙读上帝话。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，多谢。今下要来吟上言510首，阿罗上帝至权至尊，请会众起立。
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甲保护的圣手，愿全能的上帝、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平安伫恁的顶面，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恩，享受差遣。